在整个城中，甲人西团的几号，但市北岸上下区的市地中卫工程6号上午顺利动土。市长吴伟霆甲议长郭信良等地方面代龙告场，见证这批安南区上加副都心的重大开发案。动土以后，预计113年完工启用。恭请动土奠基第一产开地平安，第二产动土顺利，第三产金石永固奠基成功，里程。根据地政局长陈小美表示，该基地开发面积37公顷外，对现在希乌拉地中卫以后将提供商业用地22公顷外，以及首次将2座特色公园纳入开发，加上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都有15公顷，愈来成为安南区难得的大型商业区。市长吴伟霆强调，将是带动台南市发展的重要指标。安南区的发展以及台南市发展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指标型的重划。为什么？安南区是台南市第2大区行政区，也是人口成长非常快速的地区，所以安南区的发展都牵动到台南市整体的规划跟发展。所以呢，很谢谢尤其我们议长、副议长跟几位议员都是安南区的民意的代表能够。对于安南区的发展都非常关心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责无旁贷，非常要也非常重要的，能够让我们这个北安商业区的重划能够不仅是如期如职，而且是能够在2年多的时间就能够完成。会中这些大台南不动产相关业者拢到场祝贺中美相当的节日，嘛见证该工程已经核选国家卓越建设奖的有这种肯定。会中议长郭信良也相当的感慨，表示中卫开工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我们大家一定要用非常严谨的来检视，这是我们议会的一贯的立场。今天赶快来看了，好，这些土方呢，有一些是从那个北河水口过来，那我们的里长呢非常的关心水啊，一东西带动我等一下拖沙粉啊、压啦、道路清垃圾就可以。这个土来了，伊赶快看了有一个问题，可能要麻烦地政局讲，一定要严加去处理。迄东西水库车过来遐道，迄讲你落了了，我看这是土埋啊，而且嘛是 Q 土，那一定要经过检测以后，是不是会当打无？那不然的话，就成为安南区第2个异化区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希望呢，那个顾问公司一定要严责把关。但是这个土那边严谨，该摘出来摘出来，不然留下后遗症。批二了，看来异化区那个足严重啊！好。安南区已经是台南市第2大行政区，人口快速成长。这回北安对希乌拉地变成商业区用地，嘛期待因下面将的需求发展大跃进。但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